再回来白宫的纪录的导演。这个戏我拍过，我伫10月6号的暗时7:07要伫台语老厝遮甲大家分享。希望大家有闲，你会使招你的厝边好朋友，大家来听我听讲这个戏的拍片的过程。谢谢，希望会使看到大家，感谢。老累啊！有啦，有较老些啊。老累啦。你较未老啦。传说这些小朋友会变成巨人，以及这些小朋友长大之后要去帮美国人打仗。婚龄水产呐，近年甲美国有关系。美国原造的牛奶甲面粉，你敢有食过？美国原造的牛奶是安怎要做研究呢？遐个囡仔未来去送去底，敢会去带去美国？再回来白宫的故事，水产呐婚龄的故事纪录片。木珠演讲，10月6号暗时7:07，台语老厝再回来白宫导演李建成、处长李明月做伙来座谈，互咱支持导演会当木珠成功，会当互咱婚龄水产呐的故事，互规个台湾、规世界看到。4种资格已经木珠赞助导演的人，还有水南乡亲5名、斗南乡亲5名，还有现场赞助导演的人，爱留资料给导演哦。这不是戏剧，也不是 animation CGI， 这是真真正正1968年代的水南的街路的模样吼，连台湾拢找无的资料，替这个纪录片看会到，真真正正展现起头前这样珍贵的资料，才会当来制作这个纪录片。10月6号的暗时7:07，台语老厝，希望会使看到大家，感谢。大家好，老人啉过医院的牛奶，咱邀请恁来庙口听听。有啦，无人知，但以前迄无人知影。你好，安怎来送物件？你食，你个会记？伊遮就一个办公桌啦，就遮爱做记录啊，阮有 case 的编号啊。伫水南工作才7、8年嘛，甲恁爸爸就讲，敢若兄弟也共款。Johns Hopkins 的这个教授研究，用有限的资源产生最好的效果。那从这边进来育婴室，然后中间有一个护理台，50年前的回忆就只有在那。这么大规模，现在如果要重复，也是困难重重。这是里面的样子，我们终于看到了啦！哦，英雄，你是的 Miss 哦哦，迄阵我油墨甲金笔写，好悬拢翕袂掉。这个资料台湾没有，可是在这边把它保存起来，这可能冥冥之中也是有安排的。爱你的爱100年哦，拢变老人啊，然后时间哦，真紧就过。是，我们下辈子来还要当同事。来，要准备，西瓜甜不甜？甜。